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咗中移動嘅核心護城河、派息穩定性同成長潛力，算是解答咗大家最核心嘅疑問。高息股咁多，點解我偏偏揀中移動做收息養老嘅資產？今集下半部分我就唔講啲虛嘅，直接同大家講最貼地、最多人問嘅實際問題。而家入場買會唔會買貴咗？到底幾時先係最佳入場時機？資金少嘅朋友仔點買先冇壓力？我自己嘅倉位策略又係點樣？今日同大家一一分享。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講入主題之前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同埋開啟通知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戶口，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嘅資料。另外，我亦都係另一個平台設有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個人嘅實際操作同投資心得，相關資料同樣放在資訊欄，價錢只係一杯咖啡左右，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支持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首先講最多人問嘅，而家呢個股價到底貴唔貴？有冇泡沫？我同大家講，唔好只淨係睇 A 股作判斷，一定要觀察埋港股嘅長期走勢，先睇到最真實嘅價值。由08年金融海嘯到而家，差唔多18年時間，中移動港股嘅價值中樞長期都穩定喺75蚊左右水平。呢刻股價暫時係80蚊港幣上落，公司係最慘嘅2019年，都只係跌到50蚊附近就快速企穩返。換句話講，18年入面佢嘅股價實質上冇大升過，但派息就反而差唔多翻倍，證明咁樣嘅價格你唔可以話佢有泡沫，反而仲可能被明顯低估咗。再加埋而家嘅大環境，東升西降嘅趨勢越來越明顯，人民幣資產正迎嚟長期重估嘅機會，好似中移動咁樣穩陣嘅央企核心資產，將來被全球資金搶住買，一啲都唔出奇。跟住就係第二個最多人問、最多人討論嘅問題，而家買會唔會跌？使唔使等再平啲先入場？我講句最真心嘅說話，呢個世界上根本冇人可以精準預測短期股價，更加冇人可以次次買到最低點。當初恒生指數大盤跌到2萬以下嘅時候，好多人話要等低點先入場，結果呢，根本唔敢上車，就算真係上咗車，心態都會把持唔住就走咗。投資嘅關鍵從來唔係捉準個最低點，而係你睇呢個價格係唔係已經合理，同埋係唔係符合你自己嘅收益預期。我明白中移動好就好，但港股買入要一手一手買，中移動一手500股，入場費真係唔低。對於資金唔多嘅小散戶嚟講，一次性買入壓力真係唔細，再加上大市波動難估，普通人根本難精準判斷低位，怕買咗喺高點長期坐艇，但又怕唔買會錯過佈局機會，進退兩難。其實與其面對呢個困局，日日糾結買入點，躊躇不前，何不利用月供平均成本法直接化解難題呢？呢個方法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定期定額投入，唔使刻意猜測底部。股價高嘅時候，你買嘅股數自然少；股價低嘅時候，買嘅股數就會變多。長期落嚟，自然可以拉低持股成本。多次買入完美解決怕買高點同資金少入場難呢兩個最大痛點。可能有朋友會話，銀行都有月供股票服務啦，冇咩特別。但銀行嘅月供服務大多數一個月只能月供一次，靈活性有時嚴重不足。市況突然急跌嘅時候，想趁低加碼都要等下個月，非常被動。我自己留意到富途牛牛月供計劃就貼心好多，唔單止支持供款次數選擇，月供門檻仲好低，隨時可以靈活調整計劃，完全係為我哋呢啲小散戶量身打造，啱晒初出社會工作嘅打工仔，起碼唔使大筆資金一次過買入去，就算中移動遇上下跌浪，亦可以慢慢累積股數，完全唔使太驚手上糧草太快用完。最可怕係明知道係時機出手，但偏偏出糧日仲未到就彈盡糧絕。呢個方法我同身邊好多手上唔夠資金嘅朋友仔分享過，同大家講岩方法，就算係資金唔多嘅小散戶，亦可以喺波動中穩步佈局，唔使再為幾時買。
買唔買得起，飯都瞓唔着。對我嚟講，中移動最極端嘅風險，我早就諗過。就算最壞嘅情況出現，派息率跌返去以前3厘嘅水平，都依然係銀行利息嘅2倍。就算股價對應下跌，出現賬面浮虧，只要你主動唔賣，就唔係實際虧損。呢個結果依然比你全銀行買保險好得多。保險睇落風險低，但實際上會鎖死你幾十年嘅現金流，回報低到可憐。相反，中移動起碼上有成長憧憬，下有股息保底，已經係普通人容易認到嘅最平衡嘅優質資產。跟住我想同大家傾下持有心態。好多人買中移動，買完又後悔，日日睇住佢唔升就話佢垃圾，但其實根本就係你一開始就買錯咗。如果你追求嘅係短線暴利、連環升停嘅刺激，中移動的確唔適合你。你應該去睇熱門題材股、短炒概念股，唔應該留意中移動啦。但如果你想要嘅係長遠累積、戶口抗跌、持股安心，唔想日日睇盤，唔想被市場反覆割韭菜，仲想未來有穩定嘅被動收入，咁中移動就係少數嘅頂級優質資產。市場永遠都中意追逐講故仔嘅公司，但時間永遠係會獎勵嗰啲踏實賺錢、真心分紅、穩陣可靠嘅企業。我自己下注投資中移動，本質上係相信國家，相信呢啲民生核心企業有長期投資價值。當然我都有自己嘅風險準備同倉位策略，我唔會盲目唱好，風險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。未來有可能會出現世紀級嘅金融海嘯，所以我絕對唔會滿倉中移動。股災無時間表可以知道，與其去賭一個唔知幾時先會發生嘅低位，不如自己提前做好心理準備，將倉位控制好。當真正嘅波動來臨嘅時候，你就唔會驚慌失措，更加唔會亂買。仲有一樣嘢我一定要提，好多人話股價跌嘅時候派息再投入有冇用？我話俾你聽，絕對有用。嗰啲日日話要等平啲先買嘅人，永遠都唔會真係買，更加唔會相信堅持派息再投入，但只有願意承擔合理波動同有堅定意志嘅人，先可以享受到長期複利嘅好處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對於我哋絕大多數普通人嚟講，我哋冇內幕信息，冇能力精準預測未來，更加唔需要追求驚心動魄嘅回報。我哋只需要一樣揸得住、瞓得安心、長期有穩定回報嘅資產。中移動就係咁樣嘅選擇，希望唔好嫌佢行得慢，其實佢一直行緊長牛，一直默默守護緊你嘅本金。真正識價值投資、識長線投資嘅人，一定明白佢嘅好。最後同大家講，如果大家仲未開設富途牛牛賬戶，有需要開戶嘅朋友，可以通過下方描述欄嘅連結開戶，用呢個方法輕鬆佈局中移動呢隻收息養老股。如果呢兩集內容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。仲有咩想問嘅，歡迎喺留言區同我講，我哋下期再見。